今仔日，我就是有伫 Clubhouse 有机会甲网友去讲两句啊。结果就是甲我诚好的迄个查甫同事，伊就嘛有讲啊，你今仔搁伫变数讲台语啊吼，嘛是歹势歹势，因为一开始想讲两句啊，所以人拢袂走去较秘密的所在藏起来。但是有时阵就是讲啊，足可贵，足难得的，就加讲啊，可能愈讲就愈济。有时阵嘛歹势讲，甲电话甲开讲甲伊断去。毋过迄嘛不要紧啊，我知影讲我是足珍惜讲会使讲台语的机会。有时阵讲就发觉讲家己其实讲无啥好势。就想讲啊，我这演唱会，是毋是讲对还是毋对啊？要安怎讲？这就是一个过程，这就是训练的过程，就是靠这豆豆啊安尼调整。相信有一天会当讲甲足自然，像即摆会员，我都毋免用想的讲，会员还是倒一个音是倒一种，搁两种伫头壳内底，互我家己选，就无即种困扰，就是讲句啊，定定讲，这叫做拍拼会当去补充天主的不足，就是安尼，就是讲别人可能讲的台语就诚自然、诚好势，而且是诚台语的用法。我可能就讲甲客，讲甲就是亲像拄仔学台语的人。但是我想讲不要紧啊，有人愿意互我机会，愿意互我讲。讲句啊，就是我家己的，所以这个过程拢是要互我去学啥咧，就是学讲有一寡物件，就是你着豆豆学着，就是家己的，迄别人摕袂走。这过程中间一定有想讲啊，别人是会安怎甲我看我讲安怎会甲别人比较别人哪会遐甲我讲一个4岁囡仔，结果讲一年的台语尔，咱哪会讲遐好？迄啥物唱啊，好啊，伊拢知影呢。因为囡仔人就是会记条条，就是伊听着啥伊会记条。但是大人头壳内底就是足济物件，所以讲一解记袂牢，因为你会记以早你有一种习惯，有一种惯势，所以变讲有一寡固定的思想，有一寡固执的物件。这就是为虾米宇宙的安排，就是互咱人活到差不多100岁以后，都爱互咱甲咱的身体甲伊收转来，收转去。互咱搁做为1岁囡仔开始做起，就是讲这种体验就是为新的开始，就像我耍迄手机游戏共款。就是讲一直耍到后壁愈来愈困难所以我就会想要耍新的游戏。为第一关上简单，安尼去排名嘛较头前。这就是可能就是一种为着互咱好好学习的一寡设计。所以讲我即摆嘛毋免讲一直怨叹讲，无就是自卑感。这就诚无好的观念就是讲一个人若是真够怨叹，真够比较，真够自卑，伊去今仔伫 Clubhouse，
连朋友拢会当安尼啊。讲这个人诚济follow，这个人足受欢迎，这个人讲话就是大家较注重，就是有即种有诶无诶思想，连学台语嘛变甲会安尼，甲即种思考诶习惯拢囥伫任何代志，变讲这就是咱应该是我个人应该是爱去改变诶思考诶习惯，无定定安尼交一个朋友嘛袂快乐。有人去赞酒家，赞酒家应该是诚快乐诶代志，但是伊若甲即种思想搁大去，伊就会想讲，哪会即个小姐，即酒店小姐对伊较好，对我无好？其实我也钱是也甲比人较济，就搁开始比较、自卑、个性，就是这物件其实爱豆豆去为思想的观念开始去改变。所以我即摆就较自然，虽然讲我嘛是有拍拼去学台语，但是讲我嘛有去练习嘛，去拜日去上课，上了以后，我就想讲，有一寡了解就讲为虾米我每解讲感觉就讲甲无好势，搁有严格就是我学口音我学口音的方式，我就无抓着即个内底的技巧所以讲每一样就是有较强的所在，嘛有较无够强的所在。其实我毋免甲人牺牲，我学迄生心灵的物件，其实我是有比别人搁较厉害。别人就想半工讲无啊，我以前学的科学都毋是安尼讲，无啊，安怎安怎像阮翁嘛有学啦。但是我就想讲，其实我这方面我是有比别人搁较高。你看遐重要的物件，我比别人搁较厉害。其他部分若讲无比人搁较厉害，哪有要紧？就是爱公平啊。就是我着爱用去换一寡思想，去甲想法甲伊洗一轮，甲伊洗走，甲伊洗甲无共款方向，莫用这一寡刻薄家己，无就是讲一直想家己哪会遐无好，家己讲啊诚无好，家己使家己带来一寡痛苦。其实我即摆应该就是讲会当听台语，就诚欢喜，会有机会趁着机会讲台语，我嘛诚欢喜。若是讲有时阵伫便所伫遐讲啊伤侪句，有较乖的朋友较乖的同事，伊就会甲我提醒。伊这嘛是诚好，伊嘛是善意伊嘛是为我好。其实我嘛无讲，虽然我嘛会想讲安尼以后会讲发生无好的代志无？迄是以早做侪年以来我的思考的习惯，就是会为歹的所在想，因为咱头壳内底拢有一种讲伤快乐甲无烦无恼，结果就发生无去无去考虑伤济，无去烦恼伤济，颠倒就有一寡物件落狗去，还是讲无注意到，讲有人会开始甲你注意甲你看，甲你拢毋知影，拢做真安怎讲，做天真的，结果就发生无好的代志。这是咱其实戏剧课本还是思想，就一直拢是安尼讲的。这就像讲华语搁有做一寡中国的思想，其实是影响咱每一个人，但是咱拢无发觉到。除了即种物件，当然嘛有一寡思考的方式，就是讲
一个人袂当讲伤痛、伤快乐、伤无烦恼，啊无会安怎安怎吼，会有一寡你毋知影的所在，就开始逼吼，到时就会搁较歹看。即种快乐讲快乐是一时的，结果你无去注意。即种想法其实就是使一个人毋敢快乐，毋敢无烦恼。所以有像阮同事，伊就是伊拢困眠无好啦，伊真正是会安尼，伊就会烦恼这烦恼迄，无就定定去想物件，想甲拢感觉真忝，感觉真忝安尼。我就袂想遐济，我即摆就是练习啦。我想讲，哎呀，无遐惨啦，人若安尼看着我伫咧便所安尼讲一个 couple house 讲就嘿啦，就要安怎讲，嘛无遐恐怖，嘛无遐可怕。迄可怕其实是咱心内家己想的，咱家己生物件。这就是大家拢会受着即种影响啦。就是讲，啥物代志拢爱心内烦恼，较会避免讲会差错这是今仔搁有讲昨就袂歹，昨我甲阮翁伊就知影讲我的心情。伊虽然搁嘛伫骂政府，但是伊是骂美国啦反正伊思想是无改，但是伊就看三立仔的政论的节目，我就感觉讲有安尼嘛袂歹啊，就虽然伊喙伫骂但是伊转台嘛，转迄三立仔嘛是袂歹啦，就是较平衡啦，心情会感觉讲较平衡。就是咱就运用一寡方式，我嘛毋免讲别人讲政府的歹话，我就安怎？其实会去做高端的人就会去做啦。这就亲像讲，你今仔日拢讲5、8罐，你爱摕1000箍来。摕1000箍来，就开始有人讲话，讲有人偌艰苦咧，这1000箍拢摕袂出来。即摆若讲行政院开始讲1000箍拢免啦，你就一只领罐就好。新闻机关同一台佫开始讲这安尼开偌济钱啦，咱本来无开遐济，即摆佫开遐济。所以讲我就是爱看开啊，这就互人去讲嘛。这就亲像讲，我即摆做人做代志啊，伫公司上班啊，有一寡代志就互别人去讲袂要紧，反正安怎做，其实会讲话的人拢有话讲。就亲像政府安尼，伊安尼决定，嘛是有人会讲。伊若讲按照阮翁所讲的去做。阮翁嘛是会骂伊啦，其实就是安尼。所以讲，这就甲我的人生共款，我的生活共款，就互人去讲安尼。我即摆就是讲，后今仔我有去，我发觉讲，伫即个 clubhouse 的房间啊，后今仔是做一寡做一件较歹势的代志。我就看到一个台语诚好的人，我就想讲，想要甲伊call来阮即个台语房。我就因为以早我有甲伊问，伊就讲你若无甲伊拍招呼伊就毋敢去你台顶。我就讲，我就甲伊拍招呼就甲伊邀请。我就讲，你唱歌安怎？就是讲，想讲找一个话题嘛。结果伊就真正爱唱歌，伊就想讲，我就邀请伊唱歌，而且我甲伊讲，阮这房间会当唱歌。伊就开始讲，
就真正开卡拉 OK 啊，就开始唱。毋过迄个时阵就我近8点嘛，8点就要开始听另外一个房间伫开始讲主题，然后就真歹势。我就想讲，我虽然掠火啦，创空安尼，但是我都无法度试尻川，我就紧选。我想讲，反正虽然讲阮即个房间就是看房间的主人是安怎处理。伊今仔若是想讲，伊就是对伊就是一个窗口嘛。伊今仔若想讲，伊无介意猫咪人伊就即种态度会影响其他的房间的人，房间的成员。伊若讲，不要紧啦，伊就鼓励一个人去唱歌，安怎？迄气氛就诚好。我就想讲，对啦，其实这嘛是一个细型的社会。但是对我来讲，我就是爱看互清楚，但是我毋免讲伫即个世界去玲珑西，因为拄好我有目标嘛，我目标就是甲台语学好，加听一寡台语，加听一寡台语语，加听一寡台语。因为有即个目标，所以变讲我毋免讲有我的思想，就毋免讲甲别人一模一样，这有受着影响。其实是都毋免安尼。我就是要安怎讲？我就是就知影讲看起来看这房间的主人、房主啊，拢无讲话可能伊嘛是无欢喜、无介意即个人其他人嘛是会讲嘛是会 complain 讲，因为阮即摆有一个群啊，伫 Clubhouse 就是有一个群会当讲一寡话嘛，就有人讲你哪会突然间插入来安怎？以前我就会想讲这人我诱起来的我甲伊介绍的，就会真歹势。即摆就是知影讲，对啦，就是今仔若讲，房间的房主若讲有甲伊支持，讲这个人袂歹会下，别人就较袂讲啥啦。这就是安尼啦，就是讲，所以大家较想要开一个房间嘛，就是讲你伫遐若是你做一个 leader。变讲，你会当讲影响其他定伫内底的成员。当然，若讲人客共款拢走房间无固定落来，嘛袂讲去迄个群啊。若是安尼话，就变讲，若是安尼话，就会变讲，要安怎讲？所以这有好嘛有歹，就是这种意思，嘿。我想，我即摆会当去学台语，我就讲较紧其实逐工拢有学一寡台语啦，所以讲实在是袂歹啦。虽然讲会想讲，别人嘛是讲遐较好啊。但是不要紧，就是互我家己一寡时间空间。我若对家己是即种态度，我就袂讲，我会愈表现愈好啦。因为就是做自然的，袂讲足紧张，袂讲一直嫌家己无好，嫌家己无好。我今仔伫内底其实就是昨啦，昨我就上课，我想讲，这。袂歹呢，这有安怎教我安怎发音，我就想着讲，讲一个 Clubhouse 的，对学台语做用心的一个，网友嘛，我就讲要加伊的来，我就问讲，我一开始我就问讲，今仔有线顶的读册会哦，你应该是有参加，因为我会记是。一开始甲我邀请嘛，而且我想讲伊应该对这会有兴趣。
伊就讲你哪会知影？你哪会知影我有去？毋过我顶遍袂记啊。我就想讲对啊，我就看讲，因为我就想讲，这就是一群一群的人，就是做这代志人，就这几个尔啦。所以讲，嘛袂讲错过，因为迄个读册话，就是查某的较济。佫有一寡我熟悉的人，我就想讲那应该是甲我这新交的这个网友，应该是会共一群的人，去做一寡代志，无共款的代志安尼。这是读册会嘛我就有甲伊分享。其实我迄时阵就是为着分享昨家教迄内容嘛，我想讲会使互伊听。过伊可能对这较无兴趣，伊拢无甲我回，无甲我应。毋过伊就甲我讲其他的烦恼，讲伊为着要考试，伊有引着讲头路，但是引着头路爱考试考过嘛。伊就有一个压力，就想讲若考过认真啊，中级、高级的无考过，要安怎安尼？伊就有提出讲即摆要爱考人图，我就想讲拄仔好我有一个资料，我有去收集一寡人图的物件，我就互伊。毋过迄嘛无用试查，无用试查，佫无真，因为我想讲佫加找一寡，佫变讲我佫爱传去网络顶头嘛。加载后来找着一个做完整的，伊嘛做欢喜，因为拢家整理甲诚好势，用 Excel 去整理的。伊看着这伊就做欢喜的。我嘛想讲这袂歹，就找着好物啊。嘛有家帮赞，对有帮赞。这嘛互我想着讲，其实咱的这个，其实我着定定讲，佫唠到一件代志，佫有一个伫澳洲伫澳洲做工程师做爸爸的一个网友。伊台语嘛是诚好，就是自细汉有讲，但是伊有佫学台语的即种动力。伊袂讲我台语就诚好啊，我就去像阮帮主共款，就是开一个房做主人安尼，有就是用台语来开讲安尼。伊无呢，伊就是真正是想要听，想要加学，想要听做侪人讲，用台语的腔口去讲台语，伊就较有兴趣。而且迄就甲演讲还是影片无啥共款，因为影片可能就是一个人讲嘛，伊就无讲这个人是现主时，虽然空间无共，但是时间是共款的。我佫会使甲伊有回应，就无即种感觉，无即种感觉。我就有甲伊介绍这读册会，佮时间长，佮每礼拜拢会举办，伊就诚有兴趣。我就想讲，对，这就是讲有人需要啥物，我若互伊就欢喜。但是若讲我讲啥物家教教这就是足基本的。有人就想讲，这我就会晓啊，而且你讲叫我教别人，我应该会用我的方式。有人就较无兴趣，就是若讲对别人有帮助，就是看伊欠啥。当然我这嘛是一种好的方式，就是讲，因为我要互伊啥物物件，我就会使甲伊佫有一寡交流，就知影讲伊即摆要做啥，就是会当讲较深的，就较熟悉安尼。但是我嘛袂讲安尼，就想讲这就是我朋友啦，这袂当伊若佫甲别人做朋友，就安怎？就即种思想就是自我的思想，就是咱人想要做别人
心目中足特别的、足重要的迄个人。这就是咱对外界、外境、对别人伤重视，但是咱袂记咱家己，较是甲家己上好的朋友，咱会使鼓励家己的人，家己会当鼓励家己，家己会当陪伴家己。即种就是若无即种袂记即种本事，就会变成讲一直追求的，就是希望做某物人上好的朋友啊，上好的啥物，上重要的啥物啥物，就会开始食醋。所以我即马就豆豆看，讲诚济甲赛事是有关系。嘛会当较体谅，讲这就是人。今仔日我就迄副总就问我讲，这代志安怎做？其实一开始我嘛诚烦恼，讲是毋是搁爱去拼啥物做困难的代志？毋过我隔壁的同事伊就做自然，伊讲伊有伫研究。其实迄副总足早就问伊而且嘛逐工问，今仔早起搁问伊。其实我嘛袂食醋，为虾物我无食醋？我袂讲，哎呀，这就是副总看我袂起啦，所以啥物问题拢问伊啦。我就袂我就想讲，安尼不要紧啦，反正我就甲这时间摕来去学足侪物件。我今仔搁做一寡，我线顶去学迄程序的课，6甲的课，我就去写一寡赶一寡作业，就是拢伫练习啦。所以讲，因为我有目标，感觉家己有伫进步，对家己有自信，我就袂去讲，别人袂当安尼啊，别人哪会安尼，就会去食醋。希望讲家己做别人上顶事啊，还是讲朋友啊、网友啊，上重要的人，做别人心目中足特别的人。我即马就较袂安尼，我就想讲，对啊，就是大家轻轻松松就好啊，就毋免讲我要做互大家学乐的人，我就有放弃即种想法，就较顺其自然安尼。房间的帮主若讲对我有啥物意见啊，我就想讲，就看较开的，因为我无可能讲，对啊，因为就是我若讲诚过意讲哪会伊对我有即种误会啦，哪会伊对我印象安尼？这就是我无学好，我搁咧希望自己成为别人心目中上厉害上特别做甲别人无话讲，做甲别人会欣赏。即种行为、即种观念啊，即种愿望，拢是因为讲家己伤依赖别人，无去家己去为着家己去生活，就是安尼。而且其实阮就去8点的台语房去讲故事册嘛，伊嘛有找我去讲，我有领一个9月底爱讲。我想讲我这台语无啥好，不要紧，因就敢找我讲嘛，我就去准备一个。安尼嘛不要紧啦，就较自然的。我嘛有较有心啦，毋是讲。我嘛只要毋是用华语伫遐讲，莫互人讲你这人差伤济。我想讲应该是嘛会使。我若台语讲较袂好势，就是就像即马共款啦，就会使用华语讲一个嘛，应该嘛不要紧啦。无就是讲较无迄台语气啊，无就是讲有讲一寡沉重的所在，别人就甲我指教一下，安尼就好啊，所以一切就是家己想甲讲，
做乐观的、诚好的代志。即种思想的转变，其实较是足重要、上重要的。若讲恁这台语有好无，你迄工去带领家己大家去讲绘本，安尼，安怎讲？安尼，我表现有好无？其实这拢毋是重点，重点就是我家己就是做自然的啊，做安怎安怎。像阮房间的房主囡仔嘛有去啊，因为人有来招嘛，有一个5岁囡仔就斗阵来招，伊其实嘛会歹势，伊就讲不要紧，伊就去。但是伊无一开始就去，就可能等一半较去，去以后可能愈听愈无欢喜，就走啊，走搁开一个房。我即摆有入去迄个房间，只是我即摆无讲话，因为我即摆会讲日记安尼。伊就较有意见啊，伊就讲，哎哟，哪有人安尼教人安怎讲台语，安怎有诶无诶？这就是表示讲，人诶思想就是无想要改变，嘛无希望别人去做一寡较龟毛诶要求，伊会想讲毋免安尼啊，讲台语哪有爱安尼？这就是一种什物行为，就是较减面诶行为，就是讲，我会去嫌嘛，用喙去讲，哪会安尼啊？就像阮安尼这政府哪安尼做？伊毋知影讲有一寡人啊，都领无钱啊，但是搁受到疫情的影响啊，就是喙会当讲一套，但是伊啥物拢无想要改变，因为伊认为家己即马是上好的状况，就是100分啊。甲伊无共款的人，拢是家己找麻烦啊，是讲哪有需要安尼？别人其实有家己的主张，有看到因烦恼的所在，人就想讲爱安怎做较对保存啊，还是推萨台语啊，偌好安尼？这就是变讲人真正开始有分，有一种就是别人安怎做，你拢有意见，拢是感觉讲这无好啊，你为什物要安怎做？做伤济嘛去嫌，无做嘛去嫌，就是用嫌呢，嫌呢。搁有一种就是真正就去做，像赛斯的教主嘛，迄叫做口天性，伊就是讲，伊就出一本册，免钱互大家，就和大家讲，因为定定伊喙拢讲，这病毒武汉肺炎的病毒其实是咱的心想要讲感觉活伫这地球是真无意思啊，所以病毒较会讲咱的邀请，因为咱的邀请较开始对咱的身体有一寡作用，拢是因为咱惊，是咱对未来无希望，咱人的压力伤大，安尼等等。但是安尼讲，大家嘛会甲伊笑啊，讲你莫乱啊，你莫闹啊。但是这靠天性，伊就是会去做。伊除了演讲以外，伊就讲会去印册、写册，搁分送互别人，希望讲安大家心。所以伊就是会去做的人。像迄我参加迄甲囡仔讲台语教囡仔讲台语这嘛是这一帮人嘛是伫做一寡代志互家己会当成长，嘛有去奉献所以讲这就是较无共款。有人就是讲哪嫌其实嘛是有做代志啦，但是伊嫌的代志甲伊
做诶代志是无关系，伊可能就是会去做窗口，去希望讲伊诶房间有愈来愈侪人去加入来，有愈来愈侪 number， 所以伊就会有一个压力，就是讲无时就爱开房嘛。你拢无开过房，当然人会走去。就希望讲房间内底拢有人。只是讲我就较无讲话啦，因为有时阵就是讲，想讲，但黑白讲话佫袂当，较谨慎诶，就人伫遐，但是无讲话，无去听呢。安尼伊袂讨厌，但是若讲毋对话，可能就会有意见。就像讲，今仔日我就甲人诱起来，佫讲爱唱歌无安尼。就会想讲这人袂捌，白捌，白捌安尼。所以讲，我就开始会知影，但是我都拢体谅，我袂讲，就是袂讲这是无好诶，迄有做代志是好诶，嘛毋免安尼想。就是讲我用搁较侪角度去看每一个人，伊有啥物爱安尼做，伊背后当然就是有人就是无想要改变，无想要去改变家己讲台语的方式啦。伊想讲我安尼就上自然啊。我袂晓讲的台语，就用华语来讲啊。而且这爱变做一种标准，别人应该嘛爱安尼。别人若讲想办法讲发明一寡台语，这袂使。但是伊就是选安尼思想，其实嘛不要紧，只是伊家己的痛苦，因为伊就会对别人讲台语，若讲甲拄啊好是伊做找迄种讲台语的方式，讲魔术师遥控器转电视台的这拢有人用台语来翻，无伊拄着台湾国的人，伊就真正痛苦，因为台湾国的人袂讲华语嘛。变讲伊一定是啥物拢翻，无就是用英文来讲。伊就会这房间的主人帮助伊，就是会痛苦，就会听袂落去，就拢有意见，拢会批评。就真正有像见面安尼迄种感觉，但是这就会变讲伊较痛苦啦，较有意见。我就是较凊彩，我就是讲，这嘛是台语，迄嘛是台语。有人较龟毛，去要求，我嘛听听，有学着嘿。若有人讲我台语安怎，我讲会当改。因为我就是长地学嘛，安怎学拢会当啊。无我搁听5、6天的，迄台语嘛，甲即摆人较无共款啊。我拢是无伫咧限制，因为我即摆就是较开放的心嘛。因为我本来都无即个包袱，我本来都毋是讲，我讲啥物讲甲诚好啊，即摆袂当改变。可能写小说我会安尼，因为我有基础，我就会想讲。为什物有人啊？安怎讲？为什物有人啊？伊伊写小说用足侪中国的词。其实这个时阵我都有意见，但是就造成啥物结果？就是我写小说就真痛苦，看别人写小说，讲这无标准啊，这安怎，我就开始有意见，用伤侪中国的物件拢无台湾味。我其实我小说方面，我就甲这Clubhouse 的帮主共款啊，小象啊，就开始啥物拢有意见别人安怎写，拢有意见，讲应该是像我想的安尼写。安尼讲台语，安尼上好势。我其实有别种方面我嘛会安尼，所以我就是体谅，知影讲这背后拢有一寡原因。这拢是真趣味的代志，我毋免讲去想，嘛毋免有啥物好气的，嘛袂去找一寡烦恼，就是
讲会当学着台语，会当有机会讲台语，会当加听台语，足幸福诶。就是安尼，即种心态就足好诶，足健康。我着趁着讲我诶思想来转变。就算讲我台语可能学甲较慢、较含办，搁去开一寡钱找家教，但是我诶思想就是有转变，讲较开放。但是我写小说诶时阵，就较无法度，因为我较写小说方面，我可能较强，你颠倒无法度讲为别种角度去甲体谅讲，哎呀，这安尼嘛会使，就袂quy模啦吼。我写小说，我就会对别人写小说，用伤济中国字啊，还是讲用写小说写甲剧本共款的方式，我有意见。都亲像即马台语有人台语真正台语有人的台语讲啊真正较好，所以伊颠倒对别人共款讲台语会有意见。这种相像的，所以讲一切都是体谅安尼，就成长伫思想方面嘛去成长，就是安尼。